近日，香港文化局喺廣州舉行香港書展媒體見面會，介紹今年香港書展嘅重點內容。第36屆香港書展將於7月15號到21號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。本屆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、文創傳承、旅悅人生為主題。今年我們有超過250位作家跟嘉賓來到書展分享他們的創作故事。我們希望利用年度主題，鼓勵大家多閱讀，特別是一些跟文化、旅遊跟文創相關的產品，一起用文字漫遊世界。香港一直以嚟都係中外文化交流嘅前沿窗口。今年嘅香港書展亦都將依託香港獨特嘅區位優勢，以文化為橋梁，聯通中國與世界。今年重磅推出嘅東盟文學節，成為本次交流活動之中最大嘅亮點之一。我覺得東南亞的文學的出版我是非常有興趣，因為通過書這個媒體，我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題目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地方。阿媽的情書是講的當年在汕頭到泰國的一些華僑的故事，僑批的裡面夾了港幣，所以香港、大灣區東南亞，我覺得在這個新的這個時代有個新的一種聯繫，感情的聯繫吧。東盟文學節將邀請印度尼西亞、新加坡等國家嘅作家到場，共同探討印度尼西亞文學嘅文化根源，以及女性作家跨地域創作嘅故事。咁如果你係訪港嘅旅客啦，仲可以憑藉住有效嘅旅遊證件，享受相關嘅優惠，用20蚊嘅港幣就可以買到香港書展、香港運動消閒博覽、零食世界3個展會嘅門票，相當抵玩啊！雖然未必可以隨時去旅行，但係讀萬卷書正如行萬里路。希望呢一個夏天，大家都可以以書籍文創傳承千年文化根脈，以文字遊歷山河萬象，喺書香之旅裏面品讀文化，悅享自在人生。